喺一眾無聊嘅西裝裏面，今年 Met Gala 2025有邊個交出滿分答案？今年係 Blackpink 3位成員首次一齊獲邀出席。喺3人當中 ，Jennie 嘅造型毫無疑問地收穫一致好評。身穿以 Karl Lagerfeld 1987秋冬系列為靈感，特別訂製嘅 Chanel 禮服，長拖尾禮服點綴標誌性山茶花，可以話係完美扣題。今年展覽主題係 Super Fine Tailoring Black Style， 聚焦黑人男性嘅精緻着裝。今屆 Met Gala 嘅共同主席 Lewis Hamilton 選擇 Rose Bonner 訂製全白西裝，貝雷帽和腰間垂低嘅刺繡腰帶都為造型增添一份優雅氣質。喺我心目中男性最佳造型，紅地毯戰神 Zendaya 不約而同都係揀咗全白造型，嚟自 Louis Vuitton 訂製套裝，致敬70年代 fashion icon Bianca Jagger。尷尬地係呢套衫竟然同金球獎視後井澤杏內撞衫。Rihanna 壓軸登場，身穿 Marc Jacobs 訂製禮服，並且宣布迎嚟佢同 A$AP Rocky 嘅第3胎。成晚我覺得最有創意嘅造型就係電影 F1 演員 Damson， 佢駕駛住 F1 賽車到場，並且喺賽車服底下隱藏住 Tommy Hilfiger 嘅訂製禮服。唔知真正嘅 F1 車手 Hamilton 見到作何感想呢？你又最中意今晚邊位明星嘅造型呢？